持续的这样的传统，就是会佩戴花朵。那有的会佩戴白色的，有的会佩戴红色的。那佩戴白色的代表着妈妈已经离开这个世上，恩主恩召了；配红色的是纪念着自己的母亲还在世上。所以无论是佩戴白的花或者红的花，都是在感恩，都是在纪念，也都在为上帝求上帝为他们祝福。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母亲最大的才能是什么？我们在箴言里面看到讲的是才德的妇女才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宝石。妈那大家把上个真的难忘哦，娃呀，如果兄弟们这多个十万的可以，那么就说有，di mana dapat warung bawayan, mawada di mana isuap, warung di mana bawayan, ta pasangan tua, pasangan acilai, ayat itu dah sisiu。所以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妇女或者母亲，最大的才德是成为她这母亲最有价值的一个衡量。Mama nada nanguan nanguan, asika makeno batsun tuan nanguan wakina。其实，普天下的母亲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永远都是以儿女为优先。所以个叫我那么上kina，阿拉上那kina mi madu，我那阿拉kini madu，makia kicuna amasalah。Maka ki Paula amasalah, maka ki Adi amasalah, maka ki Bagau amasalah, Akina多kilibakan多阿拉。为什么我们说这母亲他们的共同的才德就是永远儿女优先？我们都知道做父母的、做母亲的，他愿意为儿子挨饿，他愿意为孩子口渴。他愿意孩子付出，他甚至牺牲自己，他都希望他的儿女都能够得到最好的照顾或最好的环境。对普天下的子女来讲，这个就是母亲最美丽的地方。当我们每次纪念母亲节的时候，不是只有送那个礼物，也不是只是讲了几句欢喜安慰的话，而是要去纪念、认识、了解，甚至知道妈妈对我们所付出的这一切。最近油电双涨，很多币值在贬值，日本的币值贬到很低。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看为有价值的东西的金钱，它会因着经济环境的影响会贬值，但是母亲的爱永远不会贬值。最kasawan，sampai cuma mereka paisu atau si kampung mereka kasawan。Isu nu masa mereka matematik最kasawan tuanan mana maka dia ada lima dua paisu atau si wuri dia。maka dia ada nuna tapulu atau si wuri jadi 10 aman tiap. Maka dia ada paisu tiap. Dapat azwa kiliba nakina nuka namatay mo avalia udan na sitsuwan na sisarapai aja kiliba dan sultan wa kan nakina ini ka mo moma. Ingat mo kidi aja kiliba no takina。所以我们今天在今天经文当中看到这个腓尼基的妇女，她到底做一个母亲，让你觉得她最美丽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她是一个外邦人，就耶稣原本传福音的顺序是先从犹太人才到外邦人，所以耶稣才会说这个救恩是要给犹太人的，怎么可能会先给外邦人？
可是这个妈妈为了她的女儿，为了她的孩子，她因为爱这个孩子，因为对上帝的孩子耶稣有信心，她在上帝面前求，在上帝耶稣面前，希望耶稣能够被感动，来医治她的孩子。孩子點解就話乜人？你呢個時候咧就做，所以你就做。你比如在这个古代呢，那是来看耶稣基督，而且开のつまず、パスのつまず、sama-sama de mana yang menjadi situasi itu cocok. Sana de mana dua ini kasih itu cocok. Sekarang asal mata, asal pas ini no cuma ini kalau madalul, ini macam itu gimana dua bayan. Sampai anak ini madua kincangan aku mah. Dapat masa kiri waktu anak nanti gimana dua bayan. Cuma ada inuri mau kiau luka dua nama kerui kadunangan teza maka ya kemana batu waya gimana tuaza au ni madu tu anak ni madu tuaza kiri maka anak ni madu maka na sarua sa izong saruan luka dua teza aku kau gawen I maka ya lepas ni aku anak ayah saruan waya 这个妇女因为疼爱她的孩子，希望她的孩子痊愈，即使耶稣说掉下来的残渣是给狗吃的，但是他说，即使是掉下来的残渣，小狗也是吃了，小狗吃的时候对他身体也有帮助，他的信心跟爱心超对一个孩子希望能够得救，是这么样的有信心，这么样的有爱心。所以我们再想想，我们做母亲的，一定有很多的难处。从小孩子刚生下来，到慢慢的长大，幼稚园、国小、青少年、叛逆期，到高中，到国中，我们变空巢期。每一个时段当中，我们的孩子发生的问题，着实让我们做母亲的头痛，费尽心思，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得到最好，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可是每有很多时候事与愿违，就像这个妇女一样。他看到他的孩子生病，为了他的孩子，他愿意到耶稣面前去求，因着爱孩子，他愿意到耶稣面前用信心向上帝求，即使是剩下，即使是残渣，只要上帝你愿意，他相信他的孩子会成义。同样，你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如果你愿意。你真的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全心爱他，希望他能够得到帮助、得到拯救，甚至获得信仰的时候，请用信心跟爱心交托在上帝的面前，就像这个妇女一样，把孩子用信心跟爱心交托在上帝的面前、耶稣的面前。耶稣被感动，启发了耶稣那个愿意拯救、愿意医治的那样子的心，也同样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你孩子的身上，发生在你家人的身上。母爱很伟大，我要爱的不了了着，一种的给你我听啊，masa dia ni cakap kemana doang atau Yesus Kristus 你会听懂母语吗？马上跳到结论，没错。Makanya, tina patsun to cemas dan cemas, apakah wajah itu su kiliwa, to su wala. Ini kan cengcenglah kami nak kiliwa, asus taruhan to cemas. Nuhnya su kiliwa, saya itu su taruhan.
Hinawa kaya mo ito ang mapatsun na doon na kiliwag na tsimas, pitsun na tsimas, ito ito kinasalinga, ito ito kinasimagila, ito ang suhandag, itong mapatsun, mapasuso awaro na tsimas. 母亲爱非常伟大，但是只有爱是不够，因为有时候只有爱会变成重，有一种爱，我们会原谅再原谅，但是没有办法让他真正认识到他的生命应该往哪里走。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孩子，因为过度的爱，那个爱是溺爱。 孩子在路上走岔的路，跑到了很多的地方，伤害了他们的生命。但是，这个腓尼基的女孩子的爱，不是只有爱，而是有信心，知道上帝会帮助她，所以她愿意求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求我们的父母亲，今天除了我们欢度我们的母亲节之外，我们也希望学那个腓尼基的母亲，用母爱跟信心。 将你的问题、将你的困难、将你的子女交在上帝手里面，你必然会像这个腓尼基的女人一样，看见上帝如何成就在你所要被成就的事情上面，看见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神奇。母亲节我，马拉巴的白的，要不然他不让人家去上来，你抓你的这地方的白呀，那是腓尼基。 masih kiliwakan, masih saruan na. Magaw-gaw dahanak inimalo, bigyaw na simas. Dumakaya children na simas, asaling na simas, yakin na simas ang mga dahala. Hinamakaya mo na mapatso na simasan, italusun itanakan, wala kaya sa magalan, kaya ka na pa upitso, masih wala pagkay na simas, hari kaya ulit, masih kakap. 你的天上的父神，母亲节是一个世界 欢庆的日子，但是在欢庆的背后，每一个母亲都有她的眼泪，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情境、不同的孩子们的生活当中，做母亲的总是忧虑自己的孩子，做母亲的总是想要为孩子争取到最好。 谢谢你今天的告诉我们，那个最好的是把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更应该用信心将他们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让你亲自改变我们的孩子，让你亲自带领我们的孩子，也让上帝亲自祝福我们的孩子。也愿上帝祝福所有的母亲以及所有带领母亲照顾孩子的弟兄姐妹们。 都在上帝的保守当中，祷告、感谢、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门。